总统热强调，今仔日去基隆海巡署第2巡通区指挥部免历官兵。另外，中国海警船侵扰咱的金门甲东沙海峡，佮超工甲 AIS 系统禁掉，互人无法度追踪。海委会表示，这是中国新出头，咱海巡拢有咧应用。 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，总统赖清德伫5日之前移到来基隆，勉励海巡署第2巡防区指挥部，肯定海巡人员的辛劳。中共这阵啊加强扰台，海警船少年线伫金门海峡甲东沙海峡出现。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，你的行为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，请立即转向，尽速离开我方水域。 否则，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。海巡船舰伫台海前线加强执法，专停并航监控海警船，并广播要求离开。无外都是中共伫测试咱方的应变能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共海警船侵扰金门东沙海峡，故意关 AIS 自动识别系统。海委会主委关佩玲研判，这是新的形态。目前这是个新的形态吗？从上一次的军演以来，我们发现是计划性的在做这个动作。海巡署第2巡防区守备范围真宽，为富贵港到三条港有133公里。虽然有换伫雷达系统协助侦搜，不过可能原来有无受到的压角，所以海巡有建置20多台机动雷达车来弥补。 透过雷达侦搜，结合红外线热显像仪，掌握海上的各样。赖总统嘛亲身指导机动的雷达车，只是爱加强科技的实力。我们知道现有的雷达、监视器等科技工具，必然有它的死角，特别是红外线热显像系统的建制工作，也要导入人工智慧。 来做最后判读的工作。针对将金马片分署牵制中心主任曾宗辉更入强调案，赖总统提醒海巡人员爱提高警觉，莫受到威胁诱拐，同时嘛爱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治安维护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